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3，旧历的3月初2，礼拜二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高雄阁听到这个庆声咯。这是半暝3点外发生伫个仁武，一台轿车冲弄一间铁皮厝的铁门了后，开枪扫射10外枪，当场有4个人着枪送病院。 警方追查原因，实在互人害头。原来是男女朋友分手了后咧拍不无，伫咧面册起口角，一句来一句去，搭到尾啊，其中一边无法度吞忍，竟然就直接找上门开车来冲撞。这半暝3点外，伫咧真店前的巷仔底开枪来扫射，袂输是无政府的共款，真无款。 透早3点半，一个轿车驶真紧，为铁门弄落了后，就咧驶倒提离开，后来有几个人向厝内连续开10外枪，造成4个10人着枪，互人送去病院。警方伫现场有封锁线伫搜证。高雄仁武区台湾里这间铁厝内铁门顶这个枪支孔看现现，下来这报案时讲是因为感情的纠纷所引起的。男女感情的因素所以在脸书上互呛。 现出小姐本来伫面册批评伊一个姓柯的前男朋友，引起这个姓柯10人的朋友的不满，要求要将这个文章提掉。这个姓出小姐拒绝后，双方就伫面册咧互相呛声。姓柯10人这边袂堪要气，就咧驶车弄门，连续拍10外枪。指称她前男友一起在交往过程有些不良的行径，而引发这个许姓男子的。 有人，还有一些跟他有恩怨的人在脸书上面在这互呛，而进而导致这一次的事件。着枪4个10人，互人送去营总急救，加在无拍到要害，是因为男女之间的感情代志，就开枪解决。高雄市政府改善治安的决心，好像也未看到效果。